为着要来解决乱弹粪扫的困扰，新北市三重埔有里长来出奇招，就是刮胡啊，果然真有效。今日这个地气候淡薄仔奇怪，不过免烦恼，只无发生过什么社会案件，这胡啊另外有其他的功能。 这里因为地处偏僻，有很多人会来这边乱丢垃圾，就算放了警告标示也无效。但是自从挂了符咒之后，就真的让垃圾量大幅减少。伫新北市的三重埔溪尾街甲仁爱路口高速公路卡，较早有真侪人看准遮无啥人摕粪水来在乌白倒。前不久来清的时候，还有那种整包的，里面有一些那种削完菜的那种萝卜皮，甚至骑机车来丢。才过是白啊，到监视器拢无路用，里长才会想到这步。 突发奇想说，用这个方式来看能不能遏制来这边丢垃圾包的这种情况。这种做法互在地人真佩服。人会想讲，哪会咧打迄符啊？人就可能会惊，就唔敢去打咯。足有效，足有效的。其实英国嘛，真侪里长想尽办法要防止民众乌白弹粪扫，甚至请新明的相片来咧自定，不过效果嘛是真有限。提醒乡亲，唔通因为一时方便乌白弹粪扫，因为伫新北市乌白弹粪扫上重，会使罚6000块。看这个办事这个符啊，唔是你赶一寡妖魔鬼怪，是你替民众省钱。